行一道出骤地，巧言骗得这范和义。财婆又来把账要，今天叫他命归西。赛路易，赛路易，赛路易！哎呀，我说赛路易，你不是说今天要还我那20两银子，怎么把我带到这荒郊野地来了？哎呦！蔡老婆子，我看那20两银子，你还是不要的为好啊！哎，你看俺这孤双寡喜的相依为命，你还是还我吧。这么说，我还一定得还，一定得还。好，哼，不就那20两银子啊！你今天要，明天要，我看你是要钱不想要命了吧？好，住手！原来是赛路。哎呀，啊，这不是张老弟吗？赛路一今儿这事儿又让老弟给碰见了啊！说吧，是私了啊，还是官了啊？哎呀，张老弟啊！你说咱哥俩这关系，你这三里五村谁不知道啊？那是。今儿说放我一马，日后我定当厚报啊！厚报！你，哎呀，别追了，赶快救人，赶快救人！哎呀，老婆婆醒来！哎呀，老婆婆醒来！老婆婆醒来！哎呦，去了！好，老婆婆站起来，慢点！哎呀，起来！多谢二位恩公，多谢二位恩公。举手之劳，老婆婆，你为啥在这荒郊野外被那贼人所害？是啊。恩公啊！哎，慢慢说。赛路易家姓一处处坑天呐，欠下我20两纹银，迟迟不还。今日骗我到荒郊野外，要害我年迈人命丧黄泉。老太太，听你之言，你家还有何人呢？哎，只因我父早年去世，我那儿子又命丧晚疾，看你。家中撇下我们孤双寡喜，相依为命，度日艰难哦。爹啊！你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爹！他家还有个小寡妇。爹啊！干脆你要老了，我要小了，咱给他来个花开并提之连理，你娶老伴，我娶妻。恩公，咋了？那可使不得。使不得。老婆子，实话告诉你，使得也得使得，使不得也得使得。
赛路一办不到的事儿，我张驴儿可是能办到你来看。哎，这啥呀，大叔啊？这根麻绳可是还在啊！这如何使得呀？使得也得使得，使不得也得使得。前面带路，快走！这使不得！下来，走吧你！这使不得！走吧你！哎呀，你走吧你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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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着我那狗过不去河来了。那孩子，说那家伙上了，爹啊，爹爹！交好运，父子同浴红鸾喜。驴儿啊，哎这两鬓白啊！老汉再次度青春了。哎呀，走你那一头白毛衣，你还去度青春？度青春！爹，你得激动啊！哎呀！
交换，见一旧人曾在门口，父子俩徒步不归长条道，有狂言解决去乱口，婆婆她静下身体，只见小手难道说错少相国错把今天应出无意，招来婆娘，招来婆多少冤，多少忧，多少泪，多少愁。无计何时休，无边无际。何时休？何时休？救人救得魂满心，有了吃，有了喝，我还要娶美娇妻，美娇妻。天保佑啊！天保佑张女儿丰喜如意，我保住蜜糖葫芦啊，来呀嘛来和你。老七婆病恹恹不离不弃，无奈何我去找那赛鲁伊，赛鲁伊要来这包药，让他命归西。人走10月喜连喜，女儿我想这行行有天地。哎，大哥，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哎，妹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这慌啥呀？你这是，哎呀，爹，爹，哎，这孩子叫上来叫，喝，你都不看看你喝到忙啥了？这孩子说那叫上，过来。你看看，你上头茅台，你还咋吃奶嘞？这过来。你说啊！我问你啊，那老太太吃饭了没有？吃饭？不是让你给吓病了，她能吃下去？没吃就喝。溜儿，过来。这个又咋了？你可曾请人算过我和他的八字儿？能红鸾天喜，几时到命啊？哎呀，我的亲爹呀！你说几时到命算了没有？就你这一把年纪，你还想红鸾天喜了？那是有本事直接拉他拜堂去，算上卦来。他不是病着的吗？对，刚才听说他想喝那啥羊肚汤。羊肚汤？对，婆婆，羊肚汤做成了，待我与你端来。哎呀，兴许这病好些了。六儿，这60岁老翁要当心，心冷了。
不才养孩子呀，我要让那么年轻。妹子，别怕妹子啊，叫哥先尝尝啊，尝尝这汤甜还是淡啊？那，哎呀，啪，哎呀，那，烧死他念的嘴了。妹子，这个有点淡了啊，你再去拿点盐，再去拿点醋啊，快去。这一包药往里一放，老太太一喝，这家产和这小妮儿都是我的了。放点盐，再放点醋，别慌，味道鲜得很，端去让老人家喝了补身体啊！爹，又跑哪儿去了？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先走了，我忙着了啊，我可是先走了，是这那个，我可是先走了啊，我忙着了。哎呀，这孩子，你忙着哩，你傻腿吧你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偷，替寡妇们拔绝户缝，你算啥东西啊你忙着哩啊！哎呀，常言说得好，那美不美靠羊腿，香不香这羊肚汤啊！哎呀，只怕他是胃虚，闻不得腥魂，不吃可是都糟蹋了啊！这个婆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来，让我来打扫了吧！三六人啊，中啊！哎呀，酸溜溜的不错啊！这个，小娘子，把锅里剩下的都给盛上来，粘在那铁锅上沾了腥味儿不好啊！不有了。啥？这鲜亮的汤咋可无有了啊？哎呀，还没有喝完嘞啊，还有点嘞。哎呀，那个1碗刚刚好啊，手艺不错。胡椒放大了啊，就这毛病。不曾放胡椒。那是花椒给放多了。未曾放花椒。哎呀，这成麻辣烫呀！这，哎呀，不好！哎呀，天旋地转。摇魂神摇乱，腹内4道外手把腿缠，浑身汗，浑身哎呀，狗蛋，那样的天喜红鸾，早变成牛头马面，老头子腿蹬完了，我。媳妇，看看去。
是先前的杨姑自作的堂了，那张女孩也曾大口尝过。婆婆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？婆婆，那张女的命斗恶，全然去粗，这转眼的功夫，只怕他做了什么？我明白了。他是想害死我老婆子，阴差阳错呀！俺爹死了！哎呀，我的爹呀，跟这儿嘞，跟这儿嘞！哎，爹呀，爹呀！刚才你可好好嘞，我出去转了一圈，你咋可能死了呀？你赶紧弄咱爹呀，爹呀！他是喝了羊肚汤才。羊肚汤！哎呀，爹呀，爹呀！你一辈子馋嘴，你临老你当了个屁孙！啊！我嘞爹呀！不要哭了！不要哭了！不哭都不哭。说吧，刚才我出门之前，俺爹还活蹦乱跳的。我出去转了一点，俺爹可死了啊！一定是恁俩给他害死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跟你说，我这里还有10两银子，你拿去买成棺木。但期限不马相伯，出了蔡家门，即入张家坟。啊，打发丫鬟嘞！啊，俺爹死了，10两银子都打发了啊！哎，四邻八舍邻居都听着，蔡家老婆子给俺老爹。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下山人了我。害怕了？害怕了。害怕就得听我的，听你的。听我的，这事都好办了。说吧，咱是官了啊，还是私了啊？官了怎样？私了又如何？官了嘛，就是把堂拉到公堂，一顿板子暴打，36问，还怕他不招？那私了呢？哎呀，私了嘛，私了这都好办了多了。私了就是让窦娥答应做我的媳妇，俺俩再学良辰吉日拜堂成礼。你露出狼子野心。其实咱去的地方，婆母，你我婆媳心中无悔，怕他何来？咱走。
下官楚州太守陶武是也。今日升庭作呀。大人，有生意吗？啊，生意，冤枉！大人见过大人。哪个是原告？启禀大人，萧夫人是原告。他说的不对，我是原告。你说你是原告，他说他是原告，难道老爷我成了被告？不成。不，老爷，你说。谢老爷。原告张丽告着媳妇叫做窦娥，将毒药下在羊肚汤里，害死我家爹爹。她叫做蔡婆，是我的继母，也是她的婆婆，也是她的同谋。望青天大老爷与小民做主。哪个下的毒药？不是萧夫人，也不是老夫人，那更不会是我这大孝子了。这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倒向老爷我下的毒药。窦娥，你待怎讲？启禀大人，我婆婆并不是他的后母，她子姓张，我家姓蔡。哦，如实讲来。大人，我婆婆因为讨债，被赛鲁伊骗到荒郊野外，亡土谋害，却得张家父子救了性命。我婆婆因此将他父子收留家中，共计食宿，报答恩德。谁知他父子起了不良之心，冒认婆婆欲找解决之需，又委给萧夫人做他媳妇。萧夫人父王双居，见少不从。恰巧婆婆患病，要萧夫人去做羊肚汤，不知张灵儿哪里讨带毒药在身，只见她自不宣堂，说声口气，努力地走窦娥暗地投放毒药。婆婆肉土先行爬山，她父藏罪，便把羊肚汤喝个精光，就这样引领我父王大人命令衙吏去定是刁头。大人，他家姓蔡，我家姓张。大人，他婆婆不找我父子解忧，我父子凭啥住在他家呀？找！大人容命。别说，窦娥，我来问你。这一张灵儿可是张老二的亲儿子？是的，是亲儿子是不会毒死亲老子的，只有你们这些外姓之人才会毒死那老头子。不是啊，大人，那毒药定是张灵儿投放的。张老二可是你的公爹？不是。这就不对了。你们一家子住着
你婆婆不找他解决，你养他2个男人在家，2个男人还有2个寡妇，做什么？他就是你的公爹了。不是呀，大人。长老就是你的公爹，你既毒死了长老儿，就是毒死公爹。窦娥，媳妇毒死公爹，叫什么？你犯下是个大罪，是可恨。分明是花言巧。是杀人灭口，才惹祸上门出来。不是天父大人，定有天情啊，大人，天情。这次讲话真欢愉，金欢愉，颠倒回来江南起，分明暗中是妒忌。王大人明镜高悬，辨是非。你貌似窈窕艳如梨，你挂上多知冷月体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宁可信他也不信你。大人，你讨厌天天助他的，你也为人受冤屈。这般言论不言，岂不是故意明好人难不喜？不好！我看你是胡教的孩子，童难听，不懂大刑，你不把头定。大人，这人是贱宠，不打不行，打那老婆子。左右，将财婆大刑伺候。好，打老婆子，打狗啊！大人，打老婆子，大人，回答。大人呐！大人，你且息怒，容俺分辨。强拉去用苦香，欲理不断。俺婆媳未曾把人来害呀！万不可听信他。
竟相差西端，大人也为然可惜。为俺婆牺牲去安身去。太婆，恁婆媳二人犯下之十恶不赦之罪，你还是劝你那儿媳早些招认为好，也免得她受了皮中之苦。早点找吧，早点找吧啊，早点找吧。大人，你苦苦逼我相认，莫非？当良不正，大人，这不能打呀，大人不。下了歪，打仗行4时啊！大人，不能打呀，打坏了我就跟你结婚了，大人，我这回去。走，迎宾拉了上来，好。呀！大人，媳妇，窦娥有诏无诏，无罪难招。哎呦！他不招人，打那婆子！打那婆子！且慢，此事与我婆婆何干？你既不招，我便要问他。问他什么？问他的同母之罪。对，他若不是同母，为何不吃那羊肚汤？而且他知道那汤里有毒。对，信口雌黄，指鹿为马，颠倒是非，会可老爷，我老鸨啊！大恶行，走！老爷，不能再打了呀，老爷，不能再打了呀，老爷，不能再打了呀，不能再打了。老爷，我
哥。大哥，大人，你怎婚死？冷水即醒。是。你这回真像了你，少了不得完事了你。行了，老爷，行了。窦娥，你找坏事不找？无罪难找。你呀，打死你都不亏你。如此记性，窦娥依然不找。大人，这回轮也该轮着菜婆了吧？走，将菜婆夹棍伺候，夹棍伺候。哎呀！找人难找，人在陌生疼惜心。行似乎斗何人？可行似乎斗何人？啊！苍天呐，苍天呐！我要残害年迈人，我要残害年迈人。找人了，师傅，不要难为他了。媳妇，你可不能找人，你若找了，便铸成前功，天了有找找。有找，好，早都该找了。老爷，他着了，老爷，他着了。早该如此嘛！早该如此嘛！左右有，快去行！画押，快点，画押。老爷，名利双收升官发财指日可待中，你这都中。老爷，关键是最后你得把窦娥端给我当媳妇儿啊，这是我来的终极目的。回家。老爷，我就是让他来当我媳妇儿了。老爷，我清者如水，明者如镜。老爷，岂能如此的断案老爷不成啊！老爷，你个混账盗贼！老爷，退堂！不能退堂退堂！老爷，你这把他撞开！老爷，
吉他。激情天，有谁知老百姓都受骗？苍天呐，苍天呐！你竟然敢做权之力，看家权！
看起来你也是安气软。
么心愿？大案子我帮不了你，小事情我帮得的呀。玉公公，玉公公，烦恼转告刽子手哥哥，同入一二。同入什么？去法场，不走千界，走好巷，莫嫌路远。这为什么？我婆婆住在千界，我怕婆婆看见。你命都不顾了，怕他看见什么？我婆婆若是见了我佩家带锁赴了法场，她会伤心落泪，她也是风中烛，瓦上霜了。这时候他还如此的孝顺，这天下哪有这样的杀人凶犯呢？我答应就是了，答应就是了。玉公公，多谢玉公公，不用了。玉公公。天界之上，为何无有人影啊？哦，我到后巷看看，后巷看看。啊！
啊！为了婆婆，你去找自人，今日便不法场，婆婆送些粗茶淡饭，为你送信来了。婆婆，媳妇死在眼前，就是美味佳肴，如何一言得下？媳妇，你父将你托付财门，婆婆我粗茶淡饭，将你养育成人，是指望与我儿相扶相守，与子偕老。不要我儿撒手而去，撇下你我孤双寡媳，相依为命。今日之事，都怪婆婆。婆婆，才生你落到这般田地，有朝一日你不回来，我可如何交代呀？媳妇，就让婆婆再给你梳回头发。是值钱吗？你替媳妇舍己，媳妇，乃是婆媳之情恨婆婆是奸妻，我贪恋一命，害得你遭诬陷，身受苦情。非惜你今次杨氏复有名，眼看看断送。
小心，只说是婆媳俩相依为命啊，分不开，分不开婆媳爱，可不断的母女情，可不断的母女情啊，我的心房哪料想张李为太武人心是将军，父子无害分上咱强，咱有一口来无高，来无高。连我这老骨头去招成，苍天若能睁双眼，是非曲直能分清，善恶良莠能分辨，将作恶的贼子上大圣。老天呐，老天呐，你那还我儿重生，能放我重生
呐，我那生不能说，死不能忘，想你相帮，相扶相将，苦命的婆婆，我的亲。我的亲娘啊！说。
尔等听了，今日处决犯人，务必立法。好，带人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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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死之前，你还有何话要讲？如无有，醒醒！有我要一力尽行，让我站在上边，再要丈二报名挂在旗墙之上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若是得我确实冤枉，到国处逃不落，一腔鲜血不用半点沾地，全部飞到丈二不灵之上。荒唐！哼！就依了他，哪个犯人不是指着皇天后土发誓毒手？国人应了之言，岂不早成了灭门之道恶？你那可是无头冤呐！不是我窦娥发下无头冤，想苍天，也许鲜血淋生与世人传。我不要半点热血红尘江，都只在8尺旗墙。还有什么？快讲来！如今是3伏天气，若是窦娥确实冤枉，天将3尺大雪，这样了眼下只等3伏天，明镜说事，你纵有冲天人气，也找不得一片香。来！我真要一腔冤气配如愿，定当得流出我临死年。
他处决了吧？我还有第3关呢，快讲！若是得误，确是冤枉。从今往后，这楚州大汉3年。哪有你只等说话？苍天是不会依你的。你怎知？唐三
深秋月圆一路上出京上前。生意为什么掷地千里行人断，行人断？为什么龙蛇庄园少炊烟？为什么万里良田无人耕？为什么出州地大旱3年？大旱3年。想当初，为赶考远离家园，至如今相依为干，情相强。想到此，我仍把家思念。眼角儿常说，望眼欲穿呐，望眼欲穿。我也曾多次派人把儿来看呐，都说是荒寒年月把家搬，窦天章已经还阳把家转。愿苍天，愿苍天保佑俺父女早团圆，保佑俺父女早团圆。
相思盼团圆，此情天涯。泪绵绵，下高堂，难尽牵，难尽牵，尽牵难，就在眼前，咫尺间，咫尺间。豆哥，不祥之兆啊！豆哥。想着山阳地界，窦姓之人甚少，至于女子，她是哪个呀？窦娥，凡夫窦娥都是公公。哎，老夫临行之时，将女儿送入柴门。窦姓之女，柴门之喜，莫非？哎，看我想到哪里去了？老夫进京赶考之时，将女儿送入柴门。那柴门有我无父，何来的杜莎公公啊？哦，看过了，且放一边。看过了。
不斗个哎！后庭有鬼！你是何方鬼魅？我乃朝廷命官，带牌走马，肃正廉防使，到天长。国师弟弟，皇上钦此，先斩后我走。你是爹爹，你是爹爹呀，亲生孩儿你是段云皇儿，儿是儿啊，爹爹，儿啊，我的段云儿啊！
想你想的头也得了，哭的眼也花了，你却犯下这十恶大罪，我身为朝廷命官，我不知你如何治人。你听孩住口！我窦家3代无犯法之男，无时无再婚之女呀！你今日辱没了窦家祖宗师德，耽误了窦家世代清明啊！你与我仔细讲。哎！王兄，我听孩儿诉来有理。再说我董四公公犯下了10个大罪，我你去！要说孩儿辱了窦家祖宗时代，耽误了窦家时代清明，我你冤！我去。相比度春秋，长夜漫漫望星东，我心悠悠似飘舟。飘舟破讨债一千手，一千手。恨张履行说不成败了，为得成又对婆婆下毒手，丈夫不是让多疼，七窍出血一面羞，张履饭来咬一口，我到头发把骨头脏怪
家带锁走法场。蒙元寿去。两个在南前夜里，一日约会人悄有，人悄有。将出走儿我去请天看头，做个祭司世上我儿去死，一草三人就不混淆。说明远去云北王爹爹，查天下出书生，人是非变恶，捉了贪官与你仇害，官儿去儿谢元。
可怜的儿啦！是留在香儿娘儿盼团圆，千呼万喊才相见，才相见呐，谁料想盼来了不但理性被受奸，人却受辱，枉死纠缠，一缕冤魂在眼前，怎不叫我衷肠寸断，肝胆就随心痛酸？愧对女儿，愧对百姓，愧对皇土，愧对家呀！有年丧母离家去，怜我儿年少寡居，苦难言。怜我儿一片孝心，找祸患，你找祸患呐！怜我儿含悲泪赴黄泉，一缕冤魂挑3年，挑3年。一缕冤魂挑3年啊，可怜儿啦啊！甘天龙地报我冤，黎民百姓受牵乞讨路上老疾苦，少饥饿，横尸阴险。是看见那贼人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定将那此番重审判，明辨是非，洗血冤，严惩不带作恶贼，保一方水土得平安。理应行律典，执法严，伸正义，领屈冤，还百姓风调雨顺，太平年，朗朗清。
段云儿啊，段云儿啊，我的段云，我的段云，怎么样了？原来是场梦啊！原来是场梦，是场梦，是场梦啊！传雄帆，楚榜安娘高为天，传菜破带秀才。传在岸人等上堂审，在岸人等上堂。
菜婆看作是。还不从实，走来！哎，大人，我说，哎呀，那天张驴到我那，他要了一包老猪呀！哎呀，说白了吧，那可是一包砒霜啊，大人。他还说，大胆张驴，恶走赛路易的砒霜，予以多次菜婆，谁知误毒死了你的亲爹，还不从实，走来！逃我！大人，窦娥一案可是你审定的？连房大人，陶武就是因此案有功，我才调任常州啊。行刑之际，天地为之动容，血溅百灵，6月飞霜，可是有的。这都是无稽之谈。难道说这3年大旱也是无稽之谈吗？这古书上讲，这天灾代代有，闹几年灾荒，这不新鲜。可见你并非爱民如子啊！你却视民如贱，你当着楚州太守，一再敛财呀！大人，陶武我是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我是个不贪财的大气。放屁呀！大人，我给他送过礼，10两纹银，还有一件玉佩。你个穷光蛋！玉佩。这是我送给他的。咋了？说咋了？那是我陶家的传家之宝，那是我送与窦娥的。听见了吧，孩子官？窦娥，大胆赛路易，杀人未遂，又是毒药，害死人命，发配云南充军。陶武，大人，你贪赃受贿，铸成冤案，革去官职，杖刑100，永不适用。张驴，大人，毒死亲爹，图谋不轨，居心叵测，本已廉耻。大人，我都戴罪立功了，我都检举他了，我戴罪立功了，大人。该判马上勒死，保在全市，押了下去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媳妇，窦娥，我的儿啊，你的冤案昭雪了，去吧。你是亲家，你去吧。爹爹，花婆年迈，无人奉养。爹爹可收许家中替儿尽了这养生送死之礼。儿在九泉之下，也就明了。好一个孝顺的女儿，菜婆收养就是。我儿去吧，你去吧，去吧。